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18月19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洪台风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一方面落雨反冷，花莲日不溪邦山湖的水尾跳离900人。昨伫咧花莲机场有一只边境牧羊犬为运输人脱走，伫飞行机坪起爆标，加载无影响到机房。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引起百姓不满，发起抗议的街头示威，50个州超过2600场。先来看洪台风新的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加做伙，在北部甲东北部是开始咧落雨，气温嘛变低。拜一甲拜二，这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雨势落愈猛。到拜三，虽然这风台已经离较远啊，不过东北季风阁会转强，时到这早暗拢会变阁较冷。到这台湾跳沙包，渐渐走落来，连续落雨，东北季风带着水汽报道，这方面落雨明显。气象署发布大水雨特报，双北甲宜兰县、基隆、北海花拢爱严防大雨，拜起雨势会更加明显一点。周一跟周二这2天，预期是未来一个礼拜降雨最多的一个时候。在整个雨区的话，迎风面的雨区会再度扩大，包括整个东半。包括整个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在明后2天都会有大雨的现象出现。气象署表示，风台拜一到拜二相对上瓦近台湾，虽然无直接影响，不过外围水汽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形成的雨大会为北部甲东北部带来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拜三起，虽然风台管理也过东北季风甲嘅压大影响，这方面落雨继续，西北部会升到100，也有连续落雨，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无稳定。入秋以来，影响我们最强的东北季风。紧接着又下来，它预计会从22号影响到24号。那因为这一波它伴随的这个低压带，所以说还是属于湿冷型的哈。未来一礼拜天气拢受东北季风影响，尤其桃园以北高温降温比顶礼拜大约有10度，其他各地早暗也偏凉。气象专家提醒，除了有感降温，沿海风影也会开始明显增大，大日小热天气形态已经告一段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日务溪有新的邦山湖，就惊这风台雨会造成灾情。中央表示，目前水位阁有5公尺才会满出来，而且这溢流出来水目前是拢流转去日务溪，暂时袂有危险。不过考虑到安全，也是先甲水尾的900位居民拢总撤离。原本天气袂歹，熊熊煞乌云搭着咧，天顶拢雾雾蒙蒙，开始落雨，雨也愈来愈大咯。风台风神已经形成啊，带来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相残的影响，就惊有地灾性大雨侵袭花莲，恐惊予日围溪的放山湖，这个坝体破坏，也是讲这坝顶的搁再溢流出来。目前离这个水位离这个坝底大概还有将近5公尺，5公尺。那现阶段这样评估起来。目前因为它都是流回利雾溪，那对整个利雾溪，包括对下游的聚落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危险性。尽管中央评估真危险性较低，小小的做这个乌边道工程解决放山湖问题，因顾顾及安全，下游的民友甲民乐部落900外位民众已经互紧急撤离。不过19早起开放第一站等于做，30分钟就上来了。警察就会赶人哦。伫乡长警方陪同民众搁再来款行李，不过超过30位部落民众无愿意带到收容所，伫富士村的篮球场大步旁来避难。家里的不方便，小孩子会哭闹的那种，影响到别人，不好意思。原则上我们就是先预估，就是5天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是很积极的，就是在安抚他们的心理，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危急时刻，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另外，伫公河乡灾区也相关界别所清出来这个烂土，放伫第3站地场，中央也风水部砍掉咧，以免大雨搁冲流来。相关作业有计20早起就全面来完成。第3站制场的淤土量对峙很大，那现在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降雨，所以我们事先做一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铺设不透水布。灾区已经伫落雨，不过依照即阵监测，大部分是落伫个平地所在。马太安溪邦山湖水量，也佮暗港边桥水位加爆发状态，将维持稳定。中央是继续伫观察严防风台的侵袭。记者综合报道。
昨昏伫咧桃园机场的飞行机坪出现一只边境牧羊犬咧走来走去，机场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找，加在是无影响到机班，嘛要求航空公司要搁检讨动物托运的停事。原本应该伫运输笼仔内底的边境牧羊犬，竟然伫机场的天气坪一直走。代志发生伫18暗6点外，中华航空 CI132航班入境下回时，发生旅客托运的边境牧羊犬脱逃的意外。在机场才会这样奔跑，有点危险。肯定是影响飞安嘛，飞机要起降，然后你有狗在那边跑来跑去，那不太安全吧？机场公司接到通报，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影响机制，调派人力甲各项作业车辆，到日走找，继续监控跑道甲周边安全。暗时8点50分，伫机场南边宽场道附近找到狗仔，确认全程无影响航机运作。活生动物基本上因为避免它在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最后上飞机，那最早下飞机。然后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除了笼子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第二层的保护？看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机制，再去做一些控管。学者表示，机坪作业是高频高噪音环境，可以造成外生动物焦虑甲无安全感，煞来逃脱。机场作业任何一个疏失，拢可能会影响飞安。机场公司也强调，已经是要求航空公司甲地勤单位检讨动物托运安全定数，也要求因伫 SMS 安全管理大会中来改善说明，确保空车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拜六礼拜这2天，韩国出名的女团 BLACKPINK 伫高雄开演唱会，有民众伫网络甲人骗讲会当倒买票，结果钱转予伊啊，这票却摕无到。初步统计有30个人受害，警方已经抓到这个嫌犯，嘛甲依法上班。拜六暗时，高雄市文主场馆外口有卖少的歌迷，这人精心打扮，有人山好手顶，有人穿明星的乌粉代表色。只是最后一家人买票却是无到入场。这个韩国有名女团的买将，伫官方网站买无票，伫网络发现一个查甫人讲会使斗3天买票，本来约好入场进前交票，却是一直无看这个查甫人，赶紧报警察。很多，2万。哦，有对2万。5000到2万都有。警方讲，18伫演唱会现场外口接到外籍个人士报案到现场处理，原来是一个姓地查甫人讲会使协助买票，爱民将先汇钱予伊，结果伊无照约束提供这个门票，大约有50张。透过网络社群及朋友介绍，声称可以协助购买门票，疑似无法抢购到足够数额的门票，以致现场无法提供给已付款的10余位被害人。警方必要了解查甫人，初步统计受害民众大约30人，专案依照刑法背信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买一个演唱会，也是热门活动的门票，应该去官方卖票管道去买，以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土库的顺天宫办绕境煞发生意外，有一个公桥人员准备要点起马炮的时，煞无细力去互碰着伤，当场流血流滴，交在送病院治疗了后，已经无性命危险。云林县长张立先看起来真紧张，提面警体边的查甫人饲着来指挥。赶快！这查甫人面受伤，不过人是清醒的。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随接手送病院，加在人不要紧。代志是发生在18早起7点外，云林土库的顺天宫正伫闹热举办绕境疏护活动。依照往例，新桥起驾进前拢会放一个起马炮。这炮啊声真大声，而且庆火出来。也一个光桥的4过查甫人，才要协助馆长张立先这个人，甲隐形藏伫这炮筒内底时阵，敢若无注意到这个炮筒伤烧，第二发也未引导时，就赶紧去看，所以造成意外。没有发现说，现在的这个鞭炮还没有完全燃烧完成他就贸然前去那所以造成鞭炮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们当时呢，我们自己有4个这个医疗团队，那我们医疗团队呢马上紧急，那因为现场他本身也是医疗背景也是护士背景所以说他当时赶快来帮他先做加压止血，因为有撕裂伤。另外，理化老师讲，起马炮有火药量大，威力比一般的炮加真强，放的时阵爱特别细腻。
在爆炸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声响啊，所以它的分贝可以到达150到175左右。如果你靠得太近的话，耳膜很容易会被震伤啊。再来，骑马炮它在爆炸的同时呢，会在管口呢喷出很多碎片的东西啊。李华老师讲，除了注意炮啊声甲火光的威力，连续放的时阵时间小加一个，互这个炮管温度小可降加一个，嘛爱20啦，才有法度避免危险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出来啊，郑丽文以超过一半得票率，争做国民党历来第2位女性的党主席。丽文担任国民党的党主席，未来也会让我们这个家，让国民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因为我们不只要帮我们的党员遮风挡雨，中国国民党还要为台湾2300万人遮风挡雨，让大家不但安全平安，而且都可以放手的追逐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这届投票率挖近4成，郑丽文前开票了后就一直领先，一直确定选调了后嘛致输，强调会让国民党变搁较好，嘛会成做台湾人的靠山，让百姓会当安居乐业。过来看，今仔日早起有20位印尼的移工甲民团是做伙到劳动部外口开记者会，抗议中人一只牛北上领皮，要求移工伫契约到期了后，阁要另外付5万到8万的费用，才会当继续做。因要求建立监督的机制，因那劳动部到目前是也未回应。杜绝买公费！杜绝买公费！大声发口号表达诉求，台湾移工联盟甲几个团体代表会同20岁遭到中人非法收买工费的印尼移工，组织伫劳动部门口召开记者会，要求劳动部长洪胜汉提出具体消灭买工费的办法。Beberapa waktu lalu, majikan kami ingin memperpanjang kontrak kerja kami, namun ejen meminta kami membayar biaya uang perpanjangan kontrak atau uang job sebesar 50.000 hingga 80.000 NT per orang. In Taiwan, charging transfer fees is illegal. Yet brokers continue to demand these fees, and they are shockingly sometimes tens of thousands of Taiwan dollars. This is not just unfair; it's abuse. 受害20岁印尼移工团结起来，要求中人依照法律退还买工费。雇主伫听到申诉了后，邀约一间新的中人公司，伫 NGO 等各方协助之下，中人伫几日前总算退还买工费。我们要求劳动部，即便中介退还了移工买工费，劳动部也应该要彻查到底。我们要求见劳动部长洪胜汉，提出具体可行、可以解决消灭买工费的方法。台湾移工联盟也提出5点诉求，包括是禁止中人收移工来台的中人费甲买工费，印尼甲台湾政府爱建立透明佮严格监督机制，确保移工伫就业甲转换雇主过程无受剥削，彻底处理中人伫移工转换雇主过程中的非法收费行为，扩大直聘制度，对非法收买工费的中人甲相关单位采取严厉处罚。到结果进前，劳动部暂时无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即阵仔毋但加强了非法移民，佮派兵进入地方维安，这个政策是引起民众不满。伫咧18发起抗议川普的街头示威，全美国50个州就有超过2600场。时间加将近4个月，全美50个州18个在举行无爱国王的街头示威。第一大城纽约市早起街路甲地铁的出入口，四界拢是手举各式抗议标语的民众，强调民主毋是君主制，迄个法毋是有无拢无要紧。现场也有各种创意的海报甲装扮，像甲川普画做苏联领导人的模样，口说伊是一个独裁者。另外，这纽约市紧急估计选市5个区组织将近10万人。敢若是这个时报广场第7大道就将近6万人，现场风客甲是拢袂过。大路两边甲天顶全程拢有警力戒备，过程平和有特殊，无任何特殊的行为发生。Well, I mean, you can see what's going on. It's horrendous, right? I mean, we're literally pulling people off the street. We have masked men abducting people, kidnapping people, disappearing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political opinion.
That's not what we're supposed to be about. 相关世界拢是人的场景，也出现伫波士顿、华府、芝加哥、阿德兰大、波士顿、西雅图、洛杉矶这些所在，总计有超过2600场的游行来举行。引发民众不满的问题，亲像移民执法单位非法的掠人行动，联邦国民兵进入地方，健保补贴互取消，是不是最近选区中为所带来效果等等。 Everything is at stake, everything, and I'm paralyzed at home. Out here, oh my God, I can see in their eyes we're thinking the same way. We can't have this. We just can't. 也那人伫佛州海湖庄园参加美加一场爱200万块美金募款活动的川普，伫福州新闻访问回应讲，家己毋是国王。共和党定名讲，这拢是极左团体 Antifa 舞出来，并且加这游行的一批搭上想分美国的标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镜头转来到咱国内，彰化溪湖甲大川是葡萄主要的产区。当年修正了后，这等着的葡萄枝大约有6000吨遐济。即摆会当透过碳坏过程，甲变做是环保燃料再利用，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回收车载回归车废弃的葡萄枝条，随后放送入顶路。这枝条毋是要直接烧掉，而是要转化搁利用。阮目前有2条。 伊一天听啊处理是400公斤，一年的总处理量是146吨。彰化溪湖甲大川是国内重要的葡萄产地，当年修正产生的废弃条都有6000吨，加上产尾养净差的农业废弃物，当年大约有2万多吨的数量等待处理。农技署就安尼鼓励彰化业者以新型药路来处理农业剩的资源材料。无毒的。 以农业来讲，伊会使做咱真好的一个，就是滋养材，伊会使固碳。这项技术是将废弃的农业剩的主管材料，像葡萄藤、芭乐枝，经过高温碳化了后，转化做生物炭，而且重量只存原料的30%。出炉了的粒仔经过检测，除了无含有害物质，用途也真多元。 就是花可以延长花期，然后花的色泽也会比较鲜艳一点，然后就是会再持续在测试。省工哦，在被兰花的过程中变成就是这么简单，放下去就种好了。农水署甲制作业者估计，目前当年会当处理150至240吨的废弃枝条，产出大约50至80吨的生物炭。那会当全面处理当年所生产的6000吨葡萄枝，有5产代会达到2.4亿，也解决农业剩的主管材料的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为着响应联合国逐年10月11日国际查某囡仔日，嘉义县伫埔子举办活动，带民众认捌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嘛透过整甲美容的课程来鼓励女性展现自信甲创意。整甲美容的老师替大家来示范保养整甲甲美容的方法。参加活动的学员配合老师教的步数，自由发挥美容家己的整甲。 看到家己的指甲水当当，参加的女性民众，大家拢感觉心情真好。丽蕾结婚的时候有擦过1次，到现在60几岁又擦第2次，所以我心情就好啊。今天就不用煮饭了。嘉义县共好生活协会甲嘉义县社会局响应联合国国际查某囝日，伫埔子举办台湾查某囝日的活动。活动为100年历史的青木屋开始。 阁包括配天宫、埔子女子公学校，透过行读带民众来入捌埔子较早在地女性的成就，嘛利用整甲美容的课程，鼓舞女性展现因的创意甲自信。埔子地区伊的历史哈，那应该我们听过别个老师的演讲哈，然后对女性伊的力量哈，改变这个埔子地区也是改变这个世界，我感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所在啊。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互咱埔子人、各外地人熟悉咱埔子杰出的女性的表现。嘉义县社会局表示，透过医疗、教育、信用甲商业各方面，串联这条在地女性生命故事的行头路线。除了希望带动埔子地区对性别发展的尊重，嘛希望会当结合学校教育，传承在地历史，落实性别平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第60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颁奖典礼昨暝举办，杨锦华以影后这出戏摕到女主角奖，那男主角奖是画外之一的越南籍演员任炳发得到。得奖的是杨锦华，影后。
外手配甲真大蕊，喙开开，一时无度相信。金钟六招上受注意的焦点之一，杨金华摕下时休，做拜入围，即摆已经完成梦想。伫台顶，伊一直控制家己的情绪，也鼓励所有也伫努力的演员。不是不够好，只是你还没有被看见，只是那个灯还没有照亮在你的身上。等到那个灯瞬间亮起的时候，请你要记得头抬起来，腰挺直，好好享受这一刻。影后摕到5大奖，入职度27年的詹婉婷也已伫影后内底精彩演技，摕下戏剧节目的女配角奖，实现伊的心愿。我知道我不够完美，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杨一典以画瓜之意内底人口尾尾角色摕下戏剧节目的男配角奖，今日越南演员连炳华也以共叫摕下男主角奖，正最金钟史上头就越南籍的电视影帝。我感谢台湾的项链 to m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 love you all. I love you, Taiwan. 一代女皇再现芳华，76岁潘迎紫伫全场的注目之下，以颁奖嘉宾的身份来登场。网络上有人说，你之所以保持得很好，是因为你吃了灵芝草人。不，我怎么能吃了它？星空的乌楼导师摕下6奖，是本届获奖上多。另外，听下演家影后也各自摕下5项的大奖。有些人选择拥抱，选择理解。有些人可能选择抗拒，选择批评，但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都是我们一起在找答案的那个过程。金钟60连续2天，互观众满满回忆，在欢声加感动中完美来落幕。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头一战，昨伫咧台北大巨蛋举行。中信兄弟和乐天桃园拢派外国投手先发，现场的球迷是甲大巨蛋坐甲满，就连周边的商品，大家嘛是抢要去买。9月记者柜台收音人员的手无停过，中职总冠军赛头一战，主场的兄弟球迷伫开赛前3点钟买纪念商品。许基宏的百红公仔，然后毛巾，黄伟盛跟岳东华毛巾，然后皮革娃娃，然后跟3颗拿去签名的球，基宏的百红球，算是信仰的储值吧，就是像香油钱啊，都总是要投一些。100万抢卖不是假，前2战大巨蛋主场4万张门票早就卖了啊。我们只有买今天，然后后面的就是Game 5、Game 6都买好了。台中，对，想要打到那么后面吗？当然不想了，但是要先买好，因为都买不到票了。比较欣赏的球员，陈俊秀跟徐基宏。中信兄弟让3年搁伫台湾大赛拄到乐天桃园，比赛前兄弟总教练并也会议甲乐天桃园总教练高球保健日讲真实话。2队球员练习讲完时阵，原来有交谈。面对高压力的比赛，巨蛋龙詹尚温坦白讲，今年状况无遐尼好，不过该准备的拢做好啊。在队内赛跟自己的比赛跟练习的感觉都还不错。那剩下的话就是当今天比赛开始喊 play ball 之后，开始自己怎么去做临场的反应。乐天桃园保守林凤佑参加过9届台湾大赛，摕过6届总冠军，这是头一届伫大巨蛋拍总冠军赛。伊认为虽然是兄弟主场，不过也甲队友最好，互完美感受到因的成果。这一整年来的过程没有那么顺利，关注我们的人让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让他们失望。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系列赛，我们如果到最后可以打赢的话，或许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已经拍几季啊，来到上尾站，2队按照目前的阵容排出上好的打算，拢强调会尽上大努力拍一场精彩比赛。记者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我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